印着无落摇花，印着感谢花花，因为伊是好，伊的主啊永远伫咧。是咱三个人诗学了上帝圣诗第41首，印着感谢主摇花，感激。这是。
在主历现行道爱，历在深入玛利亚之喜，历论六月的明白主后，这喜给信来同的缘故，给三月并相用多啊，因为那这段年给所给华明，越利亚来信华华起来，华信天体，信多同大位，信多相同，最下面有这个啊，另外华明，阿门。感谢。是咱三个来讲经文第19，信息后壁面经文第19，我来记看下这里。来啊，咱就用摇花唱歌。咱就到伊面前感谢伊。因为摇花是大的上帝。是大的名对公众的上帝。对心的所在，伊的手中。所在也属于伊。由海属于伊，是伊创造的。大卫也是伊的手所出来的。来啊，咱就各种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是咱同心来感谢。主啊，伊要咱的上帝，阮感谢你带甲祝福。你用你大大的手保守阮平安，阮在你用心中的感谢、恭敬、奉献互你。阮有时也阮拄着互阮忧愁、烦恼、担忧的事，但是你时常用你的慈悲、怜悯、甲福气来做阮生活。你也是阮逐款的经文当中，你的保持引带阮行伫平坦宽阔的路，是阮甘愿来到你的手所做成，为着阮彼此无相疼，来向你祈求谢礼。为着阮无好好用你所赐予阮的逐款的恩惠来向你认罪，为着阮的自私、贪心、无福、骄傲、冷淡，以及一切无清气的思想来甲行为，来向你真心来忏悔。阮真心承认阮每一个人的罪过，由你怜悯阮，而且来转变阮的心。同时也求你人心不安的日子内面，怜悯阮众人，是阮来为着特别阮的国家来祈祷，尤其是政者、政府官员，有主赐美、有智慧、有信心，这个关键的时刻，拢通甘以死过主，互国家人民早日恢复平安快乐的生活。同时，我来恳求你，互阮的兄弟姊妹。有搁较听有这个教会的心，即时我为着教会侪实体请咱的长辈甲兄姐来代祷，求你用你大愿的双手来保护恁，互伊通面对种种的疾病，来应付伊命。感谢主，在我的祈祷，我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是咱来看一个话，记载伫旧约。古书啊，第1章，咱要对第10来讲到第9节。来看故事的231面，和故事的263面。我来答。然后我下落福摩西死了后，然后我法古顿的囝啊，就是分对摩西讲，我下落福摩西死了，当你就起来。甲正体是过即个约旦，比我所想是以色列人会多。既然伊个家将所搭的多，我拢想你照我对摩西所讲的。对曠野到即个黎巴嫩到大河，就是最大河，迄人会全地。到伫大海向是无所在，拢无对恁的敬仰。
世人的确无一人会徛住伫伊会徛住伫你的面前，我怎样甲摩西伊个也安尼甲你比个？我的确无离开你，也无放散你，你着勇敢壮胆，因为你要互遮个百姓得着即个地作业，就是我对因的地主所最大，要互因的独独，你着勇敢，大大壮胆，接受我的罗国摩西所命令你一切律法来行之，毋通离开来颠倒偏右，互你无论倒落去，拢通得着成功。这个律法的说，毋通离开你的嘴，的确着你的心意，互你接受来行这个册内所记载一切话，安尼就会互你会路平坦，你也得着大幸福。我竟无命令你吗？你着勇敢壮胆，无得惊，也无得论，因为你无论倒落去，也有我你的上帝甲你记的，从完上帝的话得着诚心，无落啥法子。
兄弟姊妹平安。平安。咱为成长的内底，就是为了长大。为成长的内底，咱有即个生活生活的内底顶礼拜咱讲祈祷对无？用祈祷来操练成长。头前咱已经定办咱读圣经。今仔日要讲用日常，用日常来操练成长。咱用即段圣经，咱用即段圣经。即段圣经是约书亚伊摩西死了后所印的一个新的书名，用现代台语译本，请大家去做伙来读圣来，请上主的摩西死了后，上主对摩西的左手，论的63讲，我的仆人摩西已经死，但你甲所有的人民着准备好势，过约旦河。以我所被想事一切的人的话，叫我对摩西应允，恁的他答话我拢免恕你。恁的领土要对人民的控制到北边的黎巴嫩，对南边的华河就是约法兰的河，和恁的全地到日落一边的中海，你是人，人会当面对你。我安怎甲摩西同在，要安尼甲你同在，我一定会离开你，嘛会放杀你。你一定勇敢壮胆，因为你要传这个流利，前乎我对恁的祖先一切被福音对对。你一定要勇敢壮胆。遵行我的仆人摩西所给你一切的律法，唔通变做偏忧。安尼你无论去到伊，拢会事事顺利。你要常常读这个律法的册，日日也读也想，互你遵行这册所记一切的话。安尼。你的路就会平坦，事事成功。我命令你，要勇敢壮胆，唔通惊，唔通怕，因为你无论你的恶意，上主你的上帝一定甲你同在。咱今仔日是这段的经文，看见讲摩西死了后，然后约书亚起来，这是一个。世代的转换，所以伫约书亚面对着摩西死了后，伊领受一个新的使命。咱来看这个，其实约书亚伊做少年的时阵，伊就是诚做摩西的助手。伫迄个中间，咱看约书亚对摩西的囝的时阵，较少年经历着足侪代志。较出名就是伊有伫西奈山，迄个时阵所有的人拢无去哩长老拢会晓，毋过约书亚有去伫山顶，所以有40日每日拢伫遐。过来约书亚安怎话以色列人大战阿玛力人？迄个时阵摩西伫倒位？摩西伫山顶啊。然后伊的手举起来时，约书亚就听；结果伊的手一放落来时，约书亚就战输。所以伫迄个中间，伊也经历着上帝安怎甲摩西摕个地方。伊敢若是摩西的师仔共款，对伊的囝，所以伊一定是足有挂伫摩西的囝，看伊的所有的生活，看摩西安怎敬畏上帝。所以咱看着约书亚伊嘛是诚做互摩西派去啥物？派去做看迄个迦南地。伊在第2期的进前，就是派2个人，其中一个就是约书亚另外一个叫做迦南地，伫即个中间。所以因拢总派12个人，即2个人
是讲好话对无？啊，两个其他的10个当然安怎行到安尼啊？伊讲迄个所在的人，啊，做大汉嘞，我讲其实差不多共款啦，咱哪会当害赢啦？无可能。啊，所以咱看，过来就是，约书亚伊做摩西的种去做40年，所以当伊80岁时，来接这个，接这个真做一个新的领袖，接摩西的位，然后要传。上帝讲，你爱带以色列人经过约旦河，入去我所要赏赐互因的迄个地，就是迦南地。所以伫这个中间，咱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咱就看到上帝有互伊的3项应允，就是讲你脚踏着的地，拢要赏赐互你。过来，无一个人会当行条伫你的面前，你14人这所上帝的应允过来就是讲，无论你了倒位。我拢要甲伊同在，这是3个应允。所以伫这3个应允内底嘛知影约书亚诚做要领受这个新的，诚做一个新的领袖，其实嘛诚惊啦所以伫这个中间，咱看这个话这个经节就是伫遮，照我对摩西的应允，恁的脚踏着地，我拢要赏赐互恁。你14人无人会当行过你。我安怎甲摩西同在？安尼嘛要安尼来甲你同在，我一定袂离开你，袂放弃你。所以伫遮，咱看到伫即个中间，上帝嘛互伊4个典礼，伊4个典礼内底讲3点，你爱勇敢壮大。即个勇敢壮大，就是你爱来承接即个使命，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过来，你爱勇敢壮大来执行这个任务，一定爱传过去。而遐叫你爱做的啥物代志，爱照所吩咐的安尼去。过来，勇敢壮大，爱坚持律法书所记载的坚持迄个律法书所讲的，律法书就是对摩西、对上帝遐领受的，一直传落来。伫遮所讲，爱安怎做，爱安怎做，所以伊无偏左，无偏右，照上帝所讲的，只爱坚持。讲在恁家己台湾地迄个所在，因着无讲敬拜上帝，因所敬拜的是另外的心灵，恁嘛爱坚持，如愿敬拜上帝。过来就是爱勇敢壮大，继续安怎？继续会当知讲上帝啊！你拄我所互我的应允，第一个就是讲我脚所踏遐个所在，你咧赏赐给我。过来就是无一个人14人会当来行条伫我的面前。过去我安怎去甲家人咧看到遐个人较大汉，我真有操咩共款？迄款的勇气无失去14人无失去。所以伫即个中间，过来就是要安怎来支取应许咧？要安怎对上帝遐来得到应允咧？当然嘛是爱一直读上帝的话啊，所以迄个律法书爱常伫伊的迄本册所记载一切的话，伊爱也读也想，也读也想伫迄个中间。所以伫迄个内面，伫即段对第60到第90，咱来读这个勇敢壮大，好无？来，请你着勇敢壮大。因为你要带这个人民前往我对恁的祖先立誓，要赐福恁的地。你一定要勇敢壮大，遵循我的仆人摩西所领你一切的律法，唔通偏左偏右，安尼你无论去倒位，拢会事事顺利。你着常常按这个律法的册，每日也读也想，互你遵循本册所记一切的话，安尼你的路就会平坦，事事平安。我命令你着勇敢壮大，唔通惊，唔通乱，因为你无论去倒位，上主你的上帝一定甲你同在。是因为咱伫即段经文看到上帝来讲，你着唔通惊，唔通乱，唔通伫遐面抓，勇敢壮大。因为我甲你同在，你着爱伫即个勇敢壮大的中间，爱做啥物代志，做啥物代志。
其实就已经互咱知影讲，一个新的领袖伊所面对的，要安怎来执行，要安怎来用情行，其实伫即个中间足重要嘛爱一个心。所以今日即个中间内底有一个核心，就是一个关键的点，就是你一定要勇敢壮大，遵行我的父亲摩西所命令你一切的律法，即段摩西所命令你一切的律法，这就是摩西对上帝遐。其实这个是上帝的话，所以而且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讲你爱勇敢壮大，爱来听上帝所甲你讲的话。然后唔通变做变样，唔通讲这样呢可能要紧啦，也去去变过来，若是安尼，你愿意来遵行，你拢会当安怎顺利。这个结果来讲做顺利，但是要顺利的头前有一个条件，就是咱爱照上帝安尼行。所以上帝嘛来对我讲，你若要顺利，你爱照安尼来行。再来第八十有讲，你要常常读这个律法的册，安怎读？年日的读，夜读夜想。所以你可能读到一句若命，总是你着迄句话伫你的心伫你的脑中，夜读夜想，规日伫遐，敢若迄牛会翻草共款。牛食草食足济伫个腹肚底，然后伊若无草通食的时，伊坐伫遐，伊的喙才要安怎？会伫遐一直播咱即摆较少看到有北方尾有翻草的人举手，我看是毋是大家知影？好，放下。牛会翻草，着我细汉了嘛，拢看到迄牛伊虽然无咧食草，毋过伊的喙拢会伫遐，一直叮当，一直伫遐播，迄就是咧翻树翻草。对伫咱基督徒来讲，咱嘛伫上帝的话内底咱也读也想，然后伫遐来遵行。安尼就爱安怎？我讲事事顺利，即摆会当互咱事事圆通，你的路就平坦。对于这个话来讲咱毋通想讲安尼康庄大道就是伊其实上帝是互咱的贵力的地天，所以互咱会当经过一切歹行的路。我互咱知影，毋是讲因为你信主了后，你的路就是拢全部拢变做红点甲拢6线道，亲像高速公路共款毋是是上帝互咱即个人会当变做亲像讲全14轮传动，会当来爬山，会当来落海，拢袂去跑嘛，是互咱会当来经过无共款的环境，伫即个中间会事事顺利，甲事事圆通啦所以这个关键，这个核心就是讲上帝的话。年日来读，夜读夜想，就是来冥想。若是安尼，咱要安怎来冥想？因为这个冥想会当讲是一个灵修，教会内底传统上介重要的灵修的方法，也是基督徒的生命会当来成长的。伫这个中间，咱意思因为咱冥想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无离开咱的嘴，无离开咱的嘴，就带领咱。无做会当行伫上帝路，然后会当伫即个中间凡事圆通，凡事顺利。但是话，咱嘛捌听过甲一个经默想，足共款的叫做冥想，有无？冥想默想大部分拢用基督教来对。冥想甲冥想冥想有无共款你大部分人坐神，你种拢是用咧冥想。冥想甲放空差不多，就是讲你啥物拢放下，你啥物拢放下，莫想任何的物件。但是我要甲大家讲，放空很危险。足侪囡仔讲我都若无啥物代志，我就爱放空。放空很危险你着等于对你啥物拢。无主人，然后安怎等于对你的门拍开讲，来，啥物要来拢是万安尼所以当咱诚做上帝的囝儿，咱知影讲，咱的主管是主的时阵，你不要冥想，你不要去放空，你要用默想。默想就是啥物？你有一个主题，你知影你所冥想的就是咱的主，然后你的中间是要有结出轨迹，这就是默想甲冥想的无共款。所以咱的默想内
底今仔日咱要来研修冥想，用4个字，这4个字你来记起来，第一就是静，第二就是中间的中间就是安静，然后就是伫迄个中间，上帝话语的中间，然后得到，然后对咱来相信，安静，就是伫迄个话语的中间，伊遐。伫遐豆读了后，有得到啥物？有一个心得啦，有心得，然后产生力量。因为你有心得了后，你就会觉知啊，佫一边的觉知，然后得到力量静中得力，静中得力。即摆，这个静怎么静？这个静就是一个身心灵拢安静。会当伫遐，你会当用深呼吸。总是我要讲孩子们，伫你的生活内底，你足该安静。你很不容易能够安静下来，除非你才有自觉，我就是要安静。若无你的边仔可能你的厝内面的人要听，要看电视啊，若无就是人一直讲话，所以你家己一定要有一个决心，讲我要来学习。安怎伫安静的中间？安静，这个安静就是你的心灵拢静落来，然后是爱甲主讲话啊。讲主，我要愿意进入你的话语的中间迄个安静是要得到，毋是放空，啥物拢无，是也了主讲主，我拢无，这个世界所要去领导拢无，安怎要来看着你？过来进入伫迄个中间。迄个中间就是伫即段的经文内底，然后你会当其他重复它。所以我讲迄个经文，你若要默想的经文，会使伤长啦。你差不多会当2节、3节、4节拢会当。伫迄个中间搁来烧，然后搁来读1遍、读2遍。了后讲用你的五官，来默想。用五官来默想的意思就是讲，若是安尼，这段经文我目睭看到啥物，然后我是毋是有听到啥物，还是我有听到啥物，然后伫这个中间我有感受到啥物，过来就是讲，亲像有讲到无共款的感觉，整个那个时候你的感觉，你的实际上的感觉，伫迄个中间，你敢若亲像对你家己甲放入去内底，放入去迄个情境内底来默想。第二，咱就是要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第1章40节到42节，这几节的经文，咱做伙，咱豆豆读讲，这页就是这段的经文，咱做伙豆豆读，然后伫迄个中间，来进入迄个中间，好无？咱要读的进前，咱就是说，咱先来深呼吸，好无？来，咱吸气，吐气。竖规，慢慢地对，比较好听，再来个竖规，个对比较好听。有心讲的甲家己讲，主啊，我要安静，来到你的面前，你一定对今仔日这段经文，要对我来讲话，我信伫这个中间，然后咱即摆，我大家就开始来谈有一个马空平来呼求耶稣，为着你对讲，你那天会当我前去，耶稣我心里面，就是我互你清楚，伊的马空随时可以，你就先去。家己姊妹，伫即个中间，咱就对遮的经文你默默在你的嘴里面你就读豆豆，声没用大声，但是你进入伫即个情境内底，你安静落来，然后你进入伫迄个中间，然后你会看到你会看到就是即个经文内底，即个经文内底伊所留下虽然3节，但是安怎？
你初初听到这个经文，你有啥物感想？过来了后，你有想要来耶稣讲啥物？这是你日常的第一步骤。我即摆先对默想三步骤讲完听了后，我会搁回头，互咱今仔日，因为这是重点。我头拄仔咧讲。耶稣亚伊的心领袖，这是一个前段的，但是最重要，你看，耶稣啊，伊身经百战，拢是伊这个勇敢，伊上上的，无论虽然是两个世界拢是征战，但是耶稣啊，伊的生命来当进入来主的面前，伫主的面前伫遮，就像你想象，伫即段经文内底，你是耶稣的学生啊，你是伊的温度，配伫伊的边啊。当迄天旷野的时，然后突然间对迄个山迄边有一个人行来，然后迄个人是啥物款的人？迄个人就是过来的时阵有讲话咯，因为迄个时阵叫迄个麻风病人、麻风的病人，拢爱讲啥？我是无清气的，我是无清气的人，爱安尼讲。所以迄个是。会引起骚动，了后你的心生看心得，第三最后，了后你会当往哪行往哪想，然后想看卖咧，你甲迄个麻风病人，你甲迄个麻风病人有啥物款共款咧？迄个人，伊是毋是因为得病了后，伊足艰苦啊，是安怎？伊所有的亲人拢伊对伊啊，而且伊是互隔离。外口，伊是被隔离在那个营迄边久的外口，就是袂当甲人住做伙。然后伊只要出来，人大家拢爱相归啊，因为捌着伊甲伊相拄着就是不洁净，然后就爱有迄无清气的底伫迄个中间。所以伫这中间，咱想象你是迄个麻风病人，然后伫迄个中间，我会记得我捌听过一个见证。这个太太讲，伊的先生是一个身心症的人，然后伫伊的厝内底，伊讲因家差不多无有啥物家具啊，无有啥物物件，因为拢为先生等了了是规间厝家徒四壁，跟光溜溜，然后所有的伊的朋友，佮伊娘家的兄弟姊妹，然后毋当带回，因为伊讲因先生是生人勿近，我迄个时阵我就感觉讲哇，伊敢若真像麻风病人、麻风病人，就是所有来伊的人拢会很夸张，所以讲咧，你是毋是有迄款的相同的情形，会当感受着吼？所以伫迄个中间，你想象，当所有人出来伫伊的面前，你的反应会是啥物？所以就是你袂当来想，咱过来即段的经文，然后你进入迄个理想内底。拄仔咱讲，你若是耶稣的学生的，但是讲你拄读即段经文，你有啥物款的感想？过来，你对耶稣讲啥物？你若是耶稣的学生，伫迄个中间，你会安怎反应？过来，你若是即个麻风病人，你会安怎？但是呢，咱过来读一遍，来，有一个麻风病人。对耶稣，对伊讲，你若对当我生气，耶稣我心里面，亲自同我讲，我变，我就承认，伊的麻风是行无去，伊就清气。这是我觉得互咱淡薄时间，就是当伫个相对内底。第三章是拄仔迄段经文，拄仔迄段经文，伊有要对耶稣讲啥物？伊是难读，伊会当来写落来。过来你会当想看卖咧？你若是耶稣的学生，常常看到一个旷野，旷野是无啥人的所在，然后有一个人出来，竟然这个人。是一个大家做拢会惊害人，你有啥物看感觉？有啥物看？有
上的心力。再来第三，你按照这段的经文来记掉的，然后伫你家己咧行路的时，伫你家己咧做代志的时，还是你伫一个去野外、去入口咧行路的时，你着用遮来用心。我甲迄个麻风病人有啥物共款的所在吗？我伫我的家庭，是毋是即款的啊？当我行我去，伊咧讲啥物互我中意？我感觉亲像甲伊无关系的人，感觉亲像是有拒绝的人，也是你伫你的工作场内底，大家看到你会相亏。若是安尼，伫即个，若是伫啥物款的经验，你感觉你的遭遇，你的遭遇，就亲像即个盲风病人，有当时虽然很吃得开，但是在你的囡仔的面前，你的囡仔就相比你没有吃得开哦。所以我觉得人，咱伫咱的生命中间，亲像这个经验，亲像麻风病人也是伫你过去成长的内面，你的成长过程，曾经是遭遇过亲像这个麻风病人所遭遇的，有哦。特别是伫咧国高中，伫高中还是伫高年级的时阵，迄个时阵的同才一个力量，拢会互相排挤。你是迄个排挤人的吗？还是你是那个被排挤的？耶稣拿你这个点灯不能出门，出门伫你的面前，你会怎么样说？还是你不能进入到这个中间？你马上当来拒绝的主，我需要你，我的心竟然会当感受有一款的感觉，主我需要你，对吗？我相信主已经带了你进入无共款的内面。有当时咱会当透过咱的生活的行动，就会当帮助咱。有当时，你是看人的变性，亲像我伫祈祷会内底，今仔日个祈祷会我有分享，伫昨昏，阮伫游览车内底，因为塞车，时间足长个，看3出的见证，真情不露的，我足深足的看，因为我知影，即3个人伊的生命的变迁，我无在条个活迄种生命，但是我对因的内面我当学习的。所以伫迄中间每看一个了后，我就讲主啊，我嘛要亲像迄个人迄款的改变。主啊，我嘛要亲像迄个人迄款的着。主啊，我嘛要亲像迄个人迄款甲你的关系。但是呢，就是伫咱的生命内底，就是充满这款放心。你愿意伫主的面前来奉献。来祈求啊，来先从你的心安静，然后伫你的一呼一吸的里面，刚才伫现在现代的生活的节奏，拢是足紧的，开始，伫遐看手机啊，定，一直拢互咱的生命脚步足紧的，但是我不忙，你也有一款向前的时阵。然后逐工，在这个时间真正，伫你所读的经文内底有一句，你一礼拜拢想一句，嘛袂要紧；你一礼拜拢伫一句内底，你会得到人生。总有一天，上帝就对你的心，敢若亲像甲插落共款，互你同样就叫一个讲主啊，就是安尼啦。就是迄个啦，
阮所看的见证内底，第一个见证就是一个艺人，一个女年轻这个艺人就是咱地方这伊的查某孙仔捌的人，所以我足特别注意伊。我伫2020年去以色列，这个女生她也有参加，伊生了足水，闪闪，第一顶帽像警察足水的，所以我嘛一直咧注意看。利用这人讲，迄就是伊查某孙仔的朋友呢，讲即个嘛参加以色列新人之旅，我就拢去甲注意。伊的姓啊，我就是讲，就是一个艺人。伊的姓啊，伫2020年到来2021年，变成2022年、2023年，伫个真贤部落格说过，咱看到这个虽然伊是艺人，但是伊的信用，伊是一个标兵啊。所以伊伫迄个中间，虽然伊的身躯不了紧，人身躯足水啊，足缘投模特儿，我若是一般的医生，一定讲这真好啊，赶紧来嫁伊。但是因拢有信用的生活无共款，互相拢有爱，拢有爱。所以迄个女生伊家己讲，伊的心内底所欠过，就是迄个出细汉互因老母老爸来放山迄款的疼。因为爸爸妈妈足少年就生伊啊，所以当来带你伫伊阿妈遐，然后要转去拢无通讲，就喊因即阵咧讲怎去，你若伫阿妈遐，大家转来安尼爸爸妈妈拢无去啊，当时就是要轮人拍出来，所以即款的伤害一直到迄个囡仔大汉了后，即个女年轻，伊拢无相信任何人，所以。这个搁较缘投的查甫要来种，伊嘛无信任，伊对迄个疼足凄惨的，然后但是佫足幸福的当下。所以伊迄个中间，迄个查甫囡仔嘛是基督徒，伊来，伊两个房间了后，实在毋知要安怎来伊迄个两个结婚啊，伊无想要来讲对不起啦。迄个查甫走去山顶哭哭，然后讲耶稣啊，若是你会安怎做？等我到厝，伊怎看到耶稣对咱迄个伊的态度，伊讲若是我做袂到，我不爱安尼啦毋过伊较要顺服，但是伊来唔态度。伊的太太反应奇怪啊，就是伫迄个受气的中，总是伫这个中间，看到因互相拢伫较主的关系内底，啊，尾仔一顿、两顿、三顿，伫迄个中间就过好。我相信上帝，伊的心情对咱公平，甚至迄个女明星伊讲大声是讲，嘘，你莫搁甲我讲圣经的代志啊，你莫搁甲我讲遐真理，那下我拢知影。咱是不是当时能落入到那样的情境里面？等你要带个囡仔，你本来伫遐一直讲。迄个人是毋是做想要来讲？嘘，你莫搁讲啊！甚至可能甲无错讲嘘，所以你莫搁讲啊！要我拢知，那些真理我都知道，不是你知，要安怎比较注意的关系内底，有迄个听是真，给咱的信任，但是要安怎？咱的确就爱进入去默想冥想的内面，因为迄个冥想就是较深。有你的生命，毋是亲像迄黑板树，迄种黑板树就是顶一个就爬足几个，结果风一个来就安怎倒去。迄种树佫另外一种树嘛是同款我较早伫内地我知影。伊爬足深诶，对迄点仔路嘛拢掠起来，结果一个。刻薄台风来嘛，3、4丛迄种树啊，拢倒落来，无回来。所以原咱是迄种一直深落，所以当咱有现在内底拄着人对咱讲屁气的话，对咱讲冒犯我们的话，得罪我们的话，我们仍然扎在神的溪水旁，有一个经历来的，无有紧张。我咱的信仰会当勇敢，会当向前行，勇敢壮胆，伫上帝的话语内底来成长，所以会当得到伫即段的经文内底，你着爱甲写落来。
拄啊，我伫昨3天的见证，我是来看了看讲上帝你是敢若互我知影，真正有一个伊养另外一个就是4年就开始打麻将吼，因妈妈做老打麻将，所以伊妈妈温存伊会当打麻将。伊做老，所以我了当伊大汉了后，做老读册，伊敢若是台大经济系，但是伊就是一个歹毛病，伊爱跋筊。因为台大经济系伊定做想要赚足侪钱，伊虽然赚足侪钱，上亿的，但是伊嘛输到一点的。这个人尾后信主了后，伊竟然会晓写记录。我知影足侪新闻，拢有记录吼，包括无书，我嘛拢会对。迄个记录就是讲，你有上了后，你的记录，你甚至伫即个你的灵修内底，你就是我手写我心，吼，我拢，然后上我会讲，你的手写你的心，就是你要对上帝讲啥物话，你的日记就变做你逐工甲上帝讲的，所以啊，你因为咱的默想，不要没有人，吼，所以你的日记也毋是甲讲，我今仔日我做忝的，我人真心爱安尼。你一定就讲上帝啊，有一个对象，安尼好无？先来主耶稣，嘛是会使，对吗？哎呀，我感觉我人生足失败的。安尼就是有一个对象在聆听，迄个对象是啥物？我们的神。了后你记完了后，到尾啊，你有一个励志，哎呀，我实在做过，我实在足想要脱离即款的生活，我实在足想要会当解决即个问题，迄个是一个决志啊。对无？你一定毋是伫迄个问题内底，你一定毋是伫迄个情形内面，然后迄个决志就是上帝你的祈祷。这祈祷会当做咩啊？主啊，救我！主耶稣啊，救我！救我！伫即摆即个情形，那你即摆伫你的一世人一定讲做一遍讲主耶稣啊，救我！但是迄个救你一定是无共款的，对无？你才会当经历着讲。我的生命即便伫即个苦难的中间，即便伫即个病痛的中间，即便伫即个问题的中间，主你当救我，我才会当继续搁伫梦想内底，继续搁伫即个生命的中间来面对咱的主。所以让咱每一个人拢有即个梦想，互咱会当来成长。然后你会当经过即个梦想，你有啥物？今仔日你听无主安尼讲，你有啥物款的决定？啥物款的行动？你对咱的主耶稣，对你家己，也搁对别人，你会当用即个决志来记录，然后写一张批互主耶稣，这就是你的祈祷。希望咱每一个人拢有即个好的习惯，越想越想的习惯伫咱的生命，也是安尼。你的成长会进入一个无共款的改善，就是会当定低，会当向下扎根，然后你就会向上的结果，向上的提升。注意是不多修，阮是基，阮嘛无力量于你，阮无材料。所以啥物？无材料变过去，无材料开花，嘛无法度。来生出收着，主啊，愿阮的生命，甲你结相连，连做伙。愿阮的生命会当也读也想，伫你的话语的内面。愿阮的生命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无惊大风大雨，无惊抗旱的时阵。愿永远在，感谢主，你的应允，你的应允永远无改变。感谢主，你的疼永远甲阮同在，你的力量是永远咱的光辉，是咱的生命中间继续顺对你来的，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个来吟诗学到上帝，正诗第324首，大家勇敢同
查某三七咱这是咱
其他这个程序应该是其中的一天的一个，那用改变它的这个做出来可能的。然后你的时间在这里面大家好，欢迎拥有参加比赛的机会。那也是来尝试这个，第一点，你这里是或者参加比赛，如江嘉玲女士、汪嘉玲女士、铁栏木板、铁栏沙胆乐的支持。我们现在来介绍到这部人经济的大社会，像经济还有老外成长的力量，也是在在中在防范世界这个制度，以及看成一般产生后的喜乐保育院，综合一路主题之乐代表距离团队建上后喜乐保育院。你看这样子是有的戏的戏里。父亲节刚回来，关于在镇上在学母子妈妈是同在国家讲法，中国兵当时请做哪些来支持参加。24点今日下晡3点，中中台广到会，伊个原名就到第二边啊，中基物流中心2楼讲堂，要主办吴玉轩传道师讲道。就日第4年牧师属日刚回礼拜，由陈牧师当得团主侍奉。第6点分会演习娱乐，就派到当年教会做优质的时间，连续6日一定完成许后1年，每年5位多位优质的团队，团主1两年时头。第6点，说到讲教会5个人和拜日在第6点。每多点新团队就读，来在分会牧师募集的参加，完成的术后基本教会。24点，来回第主日要举行洗礼，包括小礼洗礼、电信礼、新礼洗礼，参向总裁员提出报名表，请完教会牧师。目前报名的小礼洗礼，史尼斯是上元大陆的语文。第8点，中华福会5位教会拜日在第10点，伊个南教会纪念教会来鼓励。第9点，全国祷告网络345台架，一周3台一个，无教会拜日下晡2点到4点，伊个分会咧拜日咧鼓励中华关的，欢迎参与伊个这段各位已经来参加。刚才注意了讲话关心情和影片，阮就上个生意。20点，那现在伫主日礼拜了后，佫有需要甲车辆配伫教会，请主动向组织同工来说明，还是来开车，甲请组织来甲老师讲，他拢是若讲有需要，而且伫教会来请，跟老师讲的，就想来合作，看看有无样。在这个时堂，第1点，请为罗干地区的同性干教团来改道，由主教团来罗干地区。第2点，请为细罗干教会希望甲三教来改道团体。第3点，请为新配看安来改道，进称省院。弟兄黄维国、尤俊元、蔡景堂、徐维坤、张安义、刘义峰、廖胜杰、郑应国。姐妹方汉丽、夏丽玉、谢金兰、林美华、梁桂华、谢淑贤、黄小豪、刘丽珍、张淑珍、林世凯文、陈洛丽牧师，联合两口婚参加的联同嘛，是离开后联会给了他们弟兄。我是我从后口台
地方面这有一个要来转化官我感觉这是好，本来伊来转化官，我嘛无想讲伊会要来龙岗所以才无少时间对一个爱来龙岗，咱嘛知最近全台湾迄个某项的造庆游行，哪来拢去做我捌大家讲过，即摆就是因咱宗教的人数哪来哪济即几年10年的调查，然后其他无论是佛教啦还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拢往下滑。是安怎啊？迄个宗教因有社会学家有研究出来，就是讲因敢若弄一遍叫卡一年，就是即遍尔所以这个宗教就是假贺这一刻，就是讲因感觉这个神明我伊来游行道行我安尼伫弄着哪一遍我一年要搁去拜啥物我就是敢迄阵的虔诚，也是迄八工9暝对咧行所以这个宗教的作应该就是安尼啦就是迄人的心理所以要互咱知影，咱的基督教的信仰毋是即款的信仰是逐工拢共款的迄个神就是到迄天去撞到恁才舒服你，咱的神是逐工咱的上帝是逐工要甲咱同在的所以咱面对着即款的名神即款咱嘛毋通凊彩啦，是讲爱拜神，因为每一遍安尼的绕神人你款愿意，然后敞开心就对着咱大生气所以弟兄们，咱就迄个属灵的氛围就足下沉的。所以咱伫这个中间，咱爱个咱有仪式咱爱伫这个中间咱爱调整，时时甲我迄个讲约书亚上帝讲，无有一个人会当伫你面前挑战。弟兄们，你有即款的信心你即款的信心，你就爱起来听起来讲上帝你是上大的神，全能的神无手是无推讲你爱搁伫迄个人的中间，伫遐造庆的人的中间，迄个分工咱个因为较有一个讲所以应妈祖，即摆妈祖的后代，你知影林默娘妈祖的后代已经信耶稣所以这个推法一直咧推广讲会经过迄个乡镇迄个会当出来分迄个物件伊有随风的印的。但是我今日无学啥有济，总是安尼去，咱有这个记录。你知影即摆连迄个绕境长桥有一个死词，讲无做上传的，就是全部长桥的人拢封起。你有听到这个消息无？人讲的这个东西讲要小心，连封起绿灯所以人大家讲迄个台下的迄个整个绕境是最高的 CP 值，大家拢做水的大家拢就是封起的。真的是人心毋知已经到安尼求出离难所以第到点迄无书因愿意安尼去全台湾移动然后来到中华，伊愿意来到龙岗因咱心欢喜，咱嘛毋知来伊这个龙岗第10点这个停车的代志因为周间咱遮的停车已经一个萝卜一个坑差不多大家停车位是老师要来停还是老人位下课的时阵家长会当安尼。所以弟兄们，现在有需要停到位的停车场，请你就是控制，因为咱到的周间真正嘛做无用的，有师资有长照还佫有咱的幼儿园所以这个金额会无共款，毋是讲袂使你停，就是张老师知影就会来讲咱是边。会当互你停好停因为人甲进来就是要安尼洗车所以这个服务就是像迄个张老师大部分拢伫讲话会当安尼来讲讲话是讲嘛拢是若是礼拜日也是需要以上都谢谢。就说咱来迎上云信息第513首，愿主祝福保护你。谢谢你，你说大家有这个动作。Yeah.
天父上帝，你的疼痛充满伫阮所住的所在，以及圣神感动扶持甲阮众人以及阮的家庭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